看待强基改危机。即几冬社会因为少子化甲个人化的影响，人的想法、生活习惯甲政府的政策拢有对咧变。伫学校教册，古早一班52个学生，即马剩无一半。以前希望小班教学，即马足怀念过去济人济福气的闹热。另外，医学发达，生活水准提悬，全民健保有保障，平均活命超过80岁。未来一个少年的爱饲几若个老人，若少年有拍拼，食老较好过，就较袂拖性命。钱银填半腰，就免惊银纸无人烧。毋过，艰苦人还是较济。国家为着要互老大人拢有基本的个生活，着发展福利政策。若无，2026年特别发生的超高龄问题，会甲少子化加价做伙。以我一个老百姓来讲，面对即两个社会危机，上济是鼓励家己的囡仔、学生甲亲像的少年家，紧嫁娶、紧生囝。毋过讲就咧讲，发就咧发，有喙讲甲无烂，嘛是无人听。学生内底生一个，叫伊阁生，讲毋敢，因为趁少开济，志在袂调。少年的毋敢结婚，若结婚的毋敢生啦。我只好转念，上无爱甲半老老啊的家己顾好好势，以后绝对袂当变做拖累国家的人。爱留甲勇健佮优雅，毋通无采囡仔甲国家的钱啊！人甲半老老50岁，叫做感仔式世代，事业到一个坎站，今日逝世离骹手，算是人生的修成。若像感仔黄金，丰收饱甜的感觉。要安怎做，才袂变做漚感仔吞规人咧？要安怎过一个健康、独立、自由、自在、优雅的生活咧？爱成人老，嘛爱无成人老。爱有成人老的理智，知影老毋是带性命，是和当初青春当大人共款的自然现象。老就会较慢顿，做代志毋通阁雄雄公公，食物件袂当枵好煞，食好食卡，毋通食伤过饱，食甲长腹肚的败火，就莫阁去啊啦。加食无补，落屎就艰苦。青菜部分，悬搭鞋仔收起来，改穿布鞋，会当一减二顾。随时去散步，阁袂跋倒。大个徛家上好是经交通里边，有车帮通坐。我病院的所在，较袂去甲少年的砸着麻烦。老人要四界行，坐车上舒适。若有少年的让位，嘛免歹势。自爱的老大人爱笑眯眯，行路骹步就爱看互好势，踏互稳。老人行跋，骨若志气，先斗就斗袂麻啦。老人上宝贵的是智慧，毋过少年人的世界嘛有伊的道理。论咧，点点仔看，莫先开喙，家己才袂厌气。少年的嘛才会接受你。娱乐的部分，讲较实在的，朋友注定会愈来愈少。上惨是会随下啊随下无去，所以毋通阁甲人结冤仇啊。若过去是冤家，上好是原谅再原谅。
若有需要，就紧甲人会识咧，和和气气，欢欢喜喜。啥人先去做善，是袂按算计。老懵老上好是爱有一粒无成日老的心情，食一回学一回，学家己兴趣的，老伙仔做会来的，时间袂伤迫的，因为有出去甲人直接，会当交朋友，疏紧活血，找到人生的意义。头壳有咧动，心情会较轻松，嘛会当预防食老记忆歹，也是伤早失智。日时有代志通无闲，暗时毋则困会去。要有青春的心，嘛会当试看卖啊，甲少年兄做朋友，欣赏因的创意，听因的音乐，讲因的笑话。即款无共年岁的友情，嘛算是做功德，甲对少年人的牵绳。因为老的留步定，少年的会当为你遐学着解决问题的撇步。爱甲老人开讲的少年家，想法会较正面，情绪会较稳定。拄合若拄好，阁会当甲老大人学台语，真正是好康的代志。即马看待强基，下世代做伙大，长时行，是找一寡无血缘的少年家来做老大人的厝骹，互少年的省钱，老伙仔家己嘛会当拿加一个孙仔。阁有一个技巧，就是会当做伙解决少子化甲超高龄化的危机，就是真正伫厝斗骗孙。互少年的假生囝，互家己看到幼囡仔，亲像布演的草仔，有活落去的希望甲趣味啦。